沈總出事啦！小公主俾兩個細路仔拐咗返屋企做妹妹啦，叫保鏢唔得，嗰兩個細路仔同你生得一模一樣。媽咪，我哋帶妹妹返嚟啦！大仔林樂推開公寓大門嗰陣，手裏面仲拖住一個着住粉紅色高級訂製公主裙、紮住孖片嘅小妹妹。個小妹妹生得好似一個精緻嘅瓷公仔，長長嘅眼睫毛上面仲掛住一滴就嚟跌落嚟嘅眼淚，手裏面死死幹住一支士多啤梨味棒棒糖，正孖住一雙水汪汪嘅大眼睛打量住我。我啱啱先將跨國航班帶返嚟嘅行李箱推入客廳，連圍裙都未趕得切綁好，成個人已經僵咗喺原地。二仔林賢不慌不忙淡喺玄關換鞋，順手將小妹妹嗰個鑲滿碎鑽嘅兒童小皮袋掛咗喺牆上面嘅掛鈎度，語氣平靜得好似只係講緊今晚食乜餸啖。喺機場出口執返嚟嘅，佢同屋企人行散咗，仲俾幾個行蹤古怪嘅男人盯住。哥哥覺得送佢去差館太嘥時間，所以先帶咗佢返嚟，簡直係胡鬧。我心口猛啖一跳，連忙掹低身，望住眼前呢個一睇就知出身頂級豪門嘅小妹妹，盡量放柔聲音：小寶貝，你叫乜名啊？記唔記得爸爸媽媽嘅電話號碼？小妹妹一啲都唔怕生，反而縮咗去林樂身後，奶聲奶氣啖開口：我叫沈安安，舅父話唔可以隨便將電話號碼話俾陌生人知。不過小哥哥唔係陌生人，小哥哥請我食棒棒糖，仲話帶我返屋企食甜酸排骨。沈安安，江城姓沈嘅名門世家本身就唔多，能夠將個女養到好似尊貴小公主啖，出門仲帶住特別訂製嘅高級珠寶。除咗嗰個掌控住成個亞洲金融命脈嘅沈卓峰之外，我實在諗唔到第二個人。更令我心驚膽跳嘅係呢個小妹妹嘅眉眼之間，隱隱透住一股令我刻骨銘心嘅熟悉感。個分明就係沈卓峰嘅影子。5年前，我俾沈家嗰場精心安排嘅豪門陰謀逼到走投無路，只能夠懷住身孕離開江城，隱姓埋名過日子。我直以為呢一世都唔會再同嗰個男人有任何交集，點知我返國第一日，兩個天才仔仔就將沈卓峰當成掌上明珠啖騰石嘅外甥女，直接帶返咗屋企。樂樂妍妍，你哋知唔知道咁樣會惹出大麻煩？我死命壓住狂跳不止嘅心口，拎出手機準備報警，點知我仲未冚出電話，外面原本安靜嘅私人公寓屋苑，突然傳嚟一陣又一陣密集嘅汽車引擎聲，緊接住一陣急促又沉重嘅腳步聲喺走廊裏面響起，最後直接停喺我屋企門口。宵夜就喺呢度，信號最後顯示嘅位置就喺呢間公寓入邊。門外傳嚟一把蒼老但沉穩嘅聲音，嗰把聲穿過門板，清清楚楚落入我耳裏面，令我全身嘅血液一下子凝固。嗰個人係沈家嘅大管家嚴叔。5年前就係佢奉命將我送出江城。開門，短短2個字，低沉冰冷，帶住一股令人無法反抗嘅絕對控制力。嗰把獨特嘅聲音，低沉得令人透唔到氣，好似一柄重錘，狠狠啖砸落我偽裝咗5年嘅平靜心房。係沈卓峰，佢竟然親自嚟咗。我深深吸咗一口氣，將林樂同林賢護喺自己身後。2個小屌火互相望咗一眼，眼裏面冇半點驚慌，反而閃過一絲同佢哋年紀完全唔相稱嘅冷靜同審視。林賢甚至悄悄摸咗摸自己隻兒童智能手錶，只見佢幼細嘅手指已經喺屏幕上面飛快淡滑過。我握住門柄，用力一拉，門外走廊嘅光線俾一排黑衣保鏢遮得密密實實。企喺正中央嘅男人着住一套手工剪裁嘅深灰色3件頭西裝，身形挺拔如松。5年歲月冇喺佢塊面上留下半點痕跡，反而令佢身上多咗一股令人唔敢直視嘅掌權者威嚴。嗰張俊美得近乎完美嘅面，此刻布滿寒霜。狹長嘅鳳眼入面，仿佛醞釀住一場可怕風暴。當佢睇見我嗰一刻，嗰雙漆黑嘅眼眸明顯劇烈收縮咗一下。林徽因，佢咬牙切齒啖叫出我個名，聲音沙啞得厲害，仿佛壓住一股忍咗足足5年嘅滔天怒火。
你居然仲敢返嚟，沈總，好耐冇見。我逼自己直視住佢，垂喺身側嘅手死死攥成拳頭，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我諗你誤會咗，你嘅外甥女喺機場同屋企人行散，我兩個仔只係好心帶佢返嚟。我哋本身正準備報警，舅父沈安安好似一隻小蝴蝶彈，由我身後飛快走出去，一把抱住沈卓峰隻大羊。小哥哥唔係壞人，係佢哋救咗安安。沈卓峰順勢彎低身，將外甥女抱起，不過佢嘅目光由頭到尾都死死盯住我塊面，仿佛要喺我身上燒出一個窿。佢冷笑一聲，向前逼近一步，高大身軀帶嚟嘅壓迫感，頓時好似排山倒海啖向我壓過嚟，好深。林徽欽，你失蹤咗5年，一返國就咁啱遇到安安，你以為用呢種咁差嘅借口，我就會相信你？少爺。企喺旁邊嘅管家嚴肅突然顫住聲開口，語氣入面充滿震驚同難以置信。沈卓峰皺起眉頭，冷冷淡掃咗嚴肅一眼，嚴肅卻死死望住由我身後慢慢行出嚟嘅林樂同林賢。兩個孩子雖然得4歲幾，但面對住成條走廊嘅黑衣保鏢，唔單止冇喊冇鬧，反而挺直細細條腰，面無表情淡望住沈卓峰。嗰雙一模一樣嘅鳳眼，微微挑起嘅眉角，甚至連嘴唇嘅弧度，都同沈卓峰生得幾乎一模一樣。不得了啊，少爺，呢兩個細路仔同你生得一模一樣。嚴肅把聲都震晒，伸手指住林樂同林賢，連一句完整說話都幾乎講唔出。沈卓峰嘅視線終於由我塊面移開，慢慢落到兩個孩子身上。嗰一瞬間，成條走廊靜到好似連呼吸聲都聽得見。冇關係，沈卓峰好似聽到一個天大笑話啖，將懷裏面嘅安安交俾旁邊嘅嚴肅，跟住佢長腿一跨，直接越過我間公寓嘅門檻。隨住佢一步步逼近，嗰陣熟悉嘅冰冷木香瞬間將我成個人包圍住。佢反手將大門狠狠關上，再鎖實道門，將外面成排保鏢同嚴肅驚疑不定嘅目光全部隔絕喺門外。狹窄嘅玄關入面，氣氛繃緊得好似一張拉到盡頭嘅弓。沈卓峰微微低頭，居高臨下啖俯視住我，嗰雙狹長嘅鳳眼入面翻湧住一股足以吞噬人嘅黑暗怒火。林徽欽，你真係當我盲，定係當我傻？呢兩個孩子如果同我冇關係，唔通真係由石頭粒裏面爆出嚟？我退後半步，背脊抵住冰冷嘅白牆，死撐住唔俾自己露出半點慌張。世界咁大，無奇不有，醫學上面都有長相相似但完全冇血緣關係嘅先例。沈總既然咁得閒，不如先帶安安返屋企，唔好喺我哋呢種小地方浪費時間。媽咪，林賢突然伸手扯咗扯我嘅衫角，佢微微抬起頭，嗰張同沈卓峰幾乎由同一個模印出嚟嘅小臉上面寫滿冷靜。佢輕輕放咗放手上嘅兒童智能手錶，屏幕上面正閃住一行又一行複雜代碼。外面嗰啲保鏢叔叔嘅手機信號已經俾我暫時屏蔽咗。呢位沈叔叔，如果你係嚟接安安妹妹返屋企，我哋歡迎你；如果你係嚟搵我媽咪麻煩，我已經設定咗自動報警，仲順便將呢度嘅定位發咗俾江城最大嗰幾間傳媒。沈卓峰雙眼危險但眯起，視線落喺林賢嗰張自亂但沉穩嘅小臉上面。你叫乜名？沈卓峰嘅聲音聽唔出喜怒，但係當中嗰股壓迫感令人根本冇辦法忽視林賢。二仔挺直細細條腰，毫無懼色淡同佢對望。我哥哥叫林樂，我哋係媽咪合法生育嘅仔，受法律保護。林賢、林樂。沈卓峰慢慢重複住呢兩個名，眼底閃過一絲諷刺同埋自嘲，跟住佢猛然轉頭，死死盯住我。林徽欽，你連佢哋個姓都改埋。當年你攞住我俾你嗰張支票，走得咁絕，今日你帶住兩個縮細版嘅我返嚟，係咪以為可以用兩個孩子做籌碼，重新坐返沈太太呢個位置？佢每一句說話都好似一把生鏽嘅鈍刀，喺我心口上邊狠狠拉扯。5年前嘅真相根本唔係佢以為嗰回事。嗰陣佢遇到車禍，
瞓喺醫院裏面，生死未卜。沈家老太太攞住一份有佢親筆簽名嘅放棄撫養權協議，同一張巨額支票，狠狠掟到我塊面上，逼住有咗身孕嘅我滾出江城。佢哋仲話，等沈卓峰醒返之後，要娶嘅人係佢青梅竹馬嘅女人。如果我唔肯走，我肚裏面嘅孩子連出世嘅機會都唔會有。呢啲痛苦同屈辱，我一個人喺外國挨咗足足5年。到咗今日，佢竟然仲可以高高在上咁指責我，話我利用孩子做籌碼。沈卓峰，你唔好再自作多情。我冷笑一聲，眼裏面全係冰冷嘅嘲諷。我對沈太呢個位置從來冇半點興趣。5年前我到底係點樣離開，唔使沈總提醒。至於呢2個孩子，佢哋叫林樂同林賢，喺佢哋嘅人生入面，從來都冇父親呢個角色，以前冇，以後亦都唔需要。你揾死！沈卓峰終於俾我徹底激嬲，佢猛然伸手，一把扣住我隻手腕，巨大嘅力度好似一把鐵鉗，捏到我手骨一陣劇痛。佢將我死死困喺冰冷牆壁同佢胸膛之間，滾燙嘅氣息鋪天蓋地淡壓落嚟。林徽因，5年前你一聲唔出就離開，我仲未同你算清楚，依家你竟然咁背住我，將我嘅親生骨肉藏咗足足5年，你真係以為我奈你唔何？放開我媽咪！林樂突然喐咗，大仔向來都係行動派，佢一下衝過嚟，狠狠咬落沈卓峰隻手臂上面，就算隔住昂貴嘅西裝布料，佢都用盡全身力氣唔肯鬆口。沈卓峰眉頭猛淡一皺，卻冇伸手推開孩子，只係佢望住我嗰雙眼已經紅得嚇人。少爺，門外突然傳嚟嚴肅急促嘅拍門聲，老人家把聲因為極度震驚而不停顫抖。查到啦！5年前林小姐喺外國私人醫院留低嘅生產記錄，的確係一對孖生仔，時間完全對得上。仲有沈氏集團旗下嘅私人醫院，5年前老夫人曾經調動過一支高級醫療團隊，去過林小姐當時居住嘅地方。門外嘅匯報令周圍嘅空氣瞬間凝固。沈卓峰高大嘅身形劇烈放咗一下，扣住我手腕嘅力度亦都不自覺鬆開咗幾分。佢眼底嘅暴露喺呢一刻裂開咗一道縫隙，取而代之嘅係錯愕、震驚，仲有一絲連佢自己都冇察覺到嘅慌亂。你頭先講乜？沈卓峰對住門外怒喝一聲：少爺，老夫人當年可能有一啲事情瞞住咗你。林小姐當年走得咁急，背後應該另有隱情。而且根據前面啱啱收到嘅消息，今日喺機場，唔單止安安小姐差啲俾沈家旁支嘅人帶走，嗰班人原本嘅目標，好似就係林小姐同呢2位小少爺。嚴肅啱啱講完，大門外面嘅走廊突然傳嚟一陣急促嘅腳步聲。總裁，唔好啦！機場嗰班人已經追到公寓附近，帶頭嘅係三爺嗰邊嘅心腹，佢哋仲帶咗記者同打手過嚟，想趁亂將事情鬧大，話你喺外面收藏私生子，仲準備喺董事會彈劾你。沈卓峰嘅眼神喺一瞬間變得比冰窖更加寒冷，佢慢慢鬆開我嘅手腕，望住上面俾佢裂出嚟嘅紅痕，眼底掠過一絲懊惱，不過好快又俾佢用冷酷掩飾過去。佢轉個身，望住企喺旁邊滿面防備嘅林樂同林賢，又睇咗睇面色蒼白，卻依然咬緊牙關死撐住嘅我。林徽因，今日你行唔出呢道門。沈卓峰一邊整理住有啲凌亂嘅袖口，一邊恢復翻嗰副高高在上、掌控一切嘅商業帝王模樣。外面嗰班人係衝住我嚟，亦都係衝住呢2個孩子嚟。你想保護佢哋，就一定要跟我走。憑乜？我揉住發紅嘅手腕，滿面警惕膽望住佢。憑我係佢哋嘅親生爸爸，亦都憑成個江城，只有我沈卓峰先保護得到我嘅女人同埋孩子。佢冷哼一聲，直接行上前，不由分說，將林樂同林賢一手一個抱咗起身。2個小屌伙俾佢抱起嗰一刻，本來仲想掙扎，不過當佢哋感受到男人寬闊結實嘅胸膛同埋嗰種絕對安全嘅保護姿態之後，竟然破天荒安靜咗落嚟。林賢甚至淡淡望咗我一眼，
嗰個眼神仿佛係叫我先靜觀其變。嚴肅開門，沈卓峰抱住兩個孩子行到門前，側過頭懶懶膽同我講：跟實我，林徽欽，唔好逼我綁住你走。車隊喺夜色之中飛快行駛，車廂入面嘅氣氛壓抑得令人幾乎透唔到氣。沈卓峰降低咗前後座之間嘅隔音擋板，沈氏旗下私人醫院嘅頂樓已經全面清場，幾名白髮蒼蒼嘅權威專家正戰戰兢兢淡等喺門口。加長版邁巴赫嘅後座入面，我同佢各坐一邊。沈安安已經喺嚴肅嘅護送之下，先去咗醫院嘅休息室。林樂同林賢就坐喺我哋兩個中間。你唔使擺出呢副受害者嘅模樣。沈卓峰靠住真皮椅背，手指有節奏淡輕輕敲住膝頭，視線掃過兩個孩子，最後落到我塊面上。5年前，你如果真係乜都唔想要，點解偏偏揀喺最敏感嘅時候離開江城？又點解要瞞住我生低佢哋？我擰轉頭望住車窗外飛快倒退嘅街景，玻璃上面倒映出我微微發紅嘅眼眶，但我把聲依然冰冷。沈總，記性唔好可以去醫。5年前係沈老夫人親手將支票掟落我塊面，話你醒返之後就會迎娶顧家大小姐，你嘅親筆簽名清清楚楚寫喺嗰份協議書上面，上面一字一句寫住唔准我同孩子再出現喺你面前，否則沈家有大把辦法令一個本來就唔應該出世嘅人永遠消失。沈卓峰敲住膝頭嘅手指猛然停低，面色喺呢一瞬間變得極度難睇。親筆簽名，佢把聲低沉得可怕，當中隱隱帶住一股咬牙切齒嘅震怒。我車禍昏迷咗足足半個月，你所講嘅親筆簽名，我根本完全唔知情。我自嘲淡笑咗一聲，知唔知情，到咗今日仲有意義咩？沈卓峰，我一個人喺外國做產前檢查，一個人入手術室，兩個孩子半夜發高燒嗰陣，你正喺沈家大宅做你嘅繼承人。我從來冇諗過用孩子威脅你，更加冇諗過用佢哋換取乜嘢榮華富貴。我今次返國，只係因為國內有一項合作需要，我親自完成。如果唔係你個好外甥女喺機場同屋企人行散，我哋呢一世都唔會再有任何交集。媽咪，林樂伸出細細隻手，緊緊握住我嘅手掌。佢掌心暖粒粒，令我冰冷嘅心稍微安定咗啲。林賢就冷冷淡望住沈卓峰，呢位叔叔，雖然你的確同我哋生得好似，但呢樣嘢唔可以成為你傷害我媽咪嘅理由。如果當年係你屋企人做錯事，先至造成今日呢個結果，你應該翻去揾你嘅屋企人算賬，而唔係坐喺度用審問犯人嘅語氣對住我媽咪大聲入斥。沈卓峰望住呢個挺直腰板，眼神銳利得好似一隻小豹子啖嘅孩子，眼底嘅墨色又深咗幾分。車平穩淡停低，車門俾保鏢由外面拉開。少爺，林小姐，醫院到啦。嚴肅企喺車門外面，恭敬淡垂低頭。佢手裏面已經攞住啱啱緊急送到嘅5年前醫療檔案。佢望咗沈卓峰一眼，又望咗我一眼，眼裏面嘅愧疚濃得幾乎要滿溢出嚟。少爺，當年嘅事情，老夫人的確私自動用咗董事會嘅印章，仲揾人模仿你嘅簽名。林小姐呢5年喺外國嘅生活記錄，亦都證明佢從來冇做過任何越軌嘅事。佢呢幾年過得真係好辛苦。沈卓峰嘅身體僵咗僵，跟住率先落車。佢伸出手，似乎想扶我落去。我直接當睇唔見佢伸過嚟嘅手，自己撐住座椅企起身。再拖住林樂同林賢行入升降機，沈卓峰停喺半空中嘅手慢慢收緊成拳頭，最後佢面無表情淡，將手插入西裝褲袋，邁開長腿跟咗上嚟。頂樓嘅 VIP 化驗室入邊，沈總、林小姐，為咗保證結果絕對準確，我哋會採用最先進嘅 DNA 檢測技術，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有結果。院長親自攞住採樣棉棒，擦拭兩個孩子嘅口腔黏膜，完成之後，佢又恭敬淡行到沈卓峰面前。沈卓峰配合淡張開口，目光卻由頭到尾都死死望住我同兩個孩子，連1秒鐘都冇離開過。等待嘅時間特別漫長。
化驗室外面嘅休息大廳，空氣仿佛完全凝固。嚴叔拎嚟熱鮮奶同精緻點心，兩個小教伙亦都真係肚餓。林樂一邊食住蛋糕，一邊仲不忘細心但幫安安抹走嘴角嘅忌廉。安安唔知幾時偷偷走咗入嚟，而家正黏喺林賢身邊，兩隻小手緊緊捉住嗰件衫，點都唔肯放開。少爺，當年嗰場車禍的確係三爺暗中做咗手腳。老夫人當時為咗保住你嘅地位，先至急住揾顧家幫手撐住局面，所以先瞞住你，逼走林小姐。嚴叔壓低聲音喺沈卓峰耳邊匯報。雖然佢已經講得好細聲，但喺呢個安靜得詭異嘅空間裏面，我依然聽得一清二楚。沈卓峰冇出聲，佢臉色陰沉得仿佛可以滴出水嚟。佢行到我面前，高大嘅身影將我眼前所有光線完全遮住。佢把聲帶住一種我從來冇聽過嘅沙啞同隱忍。林徽欽，呢5年你點解從來冇試過聯絡我、聯絡你？我抬起頭迎住佢嘅目光。沈卓峰，一個喺生死關頭連自己嘅人生都俾屋企人安排好，甚至連未婚妻都俾人換埋嘅男人，我憑乜相信你保護得到我哋母子？當時嗰種情況，我如果仲留喺江城，先至係對兩個孩子最大嘅不負責任。佢正想開口，化驗室大門突然叮一聲打開，院長手裏邊攞住一份啱啱打印出嚟，仲帶住餘溫嘅報告，滿頭大汗啖跑咗出嚟。佢雙手有啲發抖，連說話都講得唔連貫。沈總，結果出咗啦。根據基因位點比對，林樂少爺、林賢少爺同你存在親子關係嘅概率係99.99%。佢哋的確係你嘅親生骨肉。嚴肅猛然倒抽一口涼氣，跟住蒼老嘅面上露出掩飾唔住嘅狂喜。天佑沈家，天佑少爺，真係一對孖生小少爺。沈卓峰一把搶過嗰份報告，目光死死盯住上面，確認存在親子關係嗰行字。平時就算拎住槍都唔會抖下嘅手，而家竟然隱隱發顫。佢閉咗閉眼，深深吸咗一口氣，跟住猛然轉頭，漆黑嘅鳳眼裏面翻湧住12分嘅瘋狂同絕對霸道。林徽欽，而家證據確鑿，你仲有乜嘢好講？佢將報告狠狠拍落台面，向我一步步逼近，滾燙嘅呼吸落喺我額頭上面。兩個孩子係我嘅，你亦都係我嘅。呢一世，你休想再帶住佢哋離開江城半步。沈總，你大概忘記咗，而家已經係法治社會。我冷住塊面，將兩個孩子拉到身後，毫無畏懼啖直視住佢嗰雙充血嘅鳳眼。沈卓峰，你如果堅持爭奪孩子，只能夠去法院申請撫養權，而唔係喺呢度限制我出境，同埋限制我嘅人身自由。至於我，早喺5年前，我同你已經冇任何關係，冇任何關係。沈卓峰怒極反笑，佢向前跨出半步，高大嘅身軀帶住一股無法抵擋嘅壓迫感，將我徹底逼入化驗室冰冷嘅牆角。佢伸出長臂，修長嘅5隻手指撐喺我耳邊，將我成個人鎖喺佢嘅胸膛同牆壁之間。嗰陣冰冷嘅木香混雜住佢身上危險嘅氣息，鋪天蓋地淡壓落嚟。林徽欽，你偷走我沈卓峰嘅血脈，瞞住我生低2個繼承人，仲喺外國避咗足足5年。而家你竟然同我講冇關係，到底係邊個俾你咁大膽？少爺，嚴肅企喺旁邊望住眼前呢個劍拔弩張嘅場面，有啲不知所措，但開口。佢實在太了解沈卓峰呢個男人，向來喜怒不形於色，喺商場上面用兵如神，冷酷果斷。唯獨每一次遇到林徽欽呢3個字，就會喺一瞬間完全失控。戴安安同2位小少爺先返沈家莊園，冇我嘅命令，任何人都唔准見佢哋。沈卓峰頭都冇回，冷聲吩咐，佢嘅目光卻好似一條生滿倒鈎嘅鎖鏈，死死鎖住我嘅嘴唇，唔准掂我媽咪。一直冇出聲嘅林樂突然邁開2條小短腿，好似一粒小炮彈咁衝過嚟，張開雙手擋喺我同沈卓峰之間。佢嗰張同沈卓峰好似複製出嚟嘅小臉上面寫滿嚴肅、
眉頭緊緊皺埋，眼神入邊帶住一份屬於小男子漢嘅擔當。壞叔叔，你放開我媽咪！你如果再敢蝦佢，我就帶住細佬同妹妹離家出走，等你呢一世都揾唔到我哋。企喺旁邊嘅沈安安聽到哥哥話要走，立即跟住紅咗眼眶。佢兩隻小手死死扯住林妍嘅衫角，奶聲奶氣淡，帶住哭腔開口：舅父壞，舅父唔好蝦漂亮姨姨同小哥哥，安安要同小哥哥一齊。沈卓峰望住眼前呢三個幾乎已經站成同一陣線嘅小姣伙，再睇住林洛嗰雙同自己一模一樣嘅鳳眼，佢內心最深處某一個冰封已久嘅角落，突然好似喺暖春裏面裂開咗一道縫隙。佢深深吸咗一口氣，壓低胸口入面不斷翻湧嘅暴躁同渴望，慢慢直起身體。佢望咗滿面防備嘅林洛一眼，破天荒淡。呢位喺江城向來話一不二嘅金融帝王，竟然喺孩子面前掹低咗尊貴嘅身體。我冇蝦你哋。沈卓峰把聲有啲生硬，睇得出佢好少用呢種溫和語氣同人講嘢，但係佢望住林洛同林妍嘅眼神，卻帶住一種點都掩飾唔到嘅血脈觸動。我係你哋嘅爸爸，當年嘅事情入邊有誤會，我一定會俾你哋一個交代。不過而家外面好危險。沈家旁支嗰班人仲一直盯住你哋，聽話，暫時同德爸返屋企。林妍不慌不忙淡行過嚟，伸手拉咗拉哥哥林洛，跟住佢用一種近乎審視大人嘅目光望住沈卓峰。你想我哋跟你走，亦都可以。第一，你唔准強迫我媽咪做任何佢唔願意做嘅事。第二，我哋喺沈家莊園嘅房間一定要同媽咪喺同一層。第三，你要為自己頭先嗰啲粗暴行為向我媽咪道歉。嚴肅企喺後面，聽到冷汗直流。喺成個江城夠膽用呢種語氣同沈卓峰講條件，甚至要求佢道歉嘅人，恐怕都仲未出世。點知眼前呢兩位得4歲嘅小少爺，竟然講得如此理直氣壯。更令人震驚嘅係，沈卓峰只係微微挑起眉頭，非但冇發脾氣，眼底反而掠過一絲幾乎察覺唔到嘅欣賞。呢兩個臭小子嘅脾氣同心思，的確100%承繼咗佢嘅性格。面對咁大嘅壓力，依然不卑不亢，仲識得趁機講條件，反過嚟將佢一軍。好，沈卓峰企起身，轉個頭望住我，佢眼底嘅墨色深不見底，聲音低沉而清晰。林徽因，對唔住，頭先係我失控咗，我有啲錯愕，但望住佢。5年前嘅沈卓峰，驕傲得好似高高在上嘅神明，幾時試過向任何人低頭？而家可以跟我返去未？為咗孩子嘅安全，佢雖然用緊詢問嘅語氣，但說話入邊嗰股屬於掌權者嘅強勢，依然令人冇辦法拒絕。佢輕輕招咗招手，幾名最核心嘅黑衣保鏢立即行上前，以保護嘅姿態將我同幾個孩子圍喺中間。我知道今日如果唔跟佢走，以沈卓峰嘅手段，我哋連呢間醫院嘅大門都行唔出去。更何況林妍頭先已經透過智能手錶傳咗一條加密信息俾我，沈家旁支嗰班打手的確已經喺醫院外面聚集。為咗孩子嘅安全，我只可以暫時妥協。半個鐘頭之後，車隊駛入江城最神秘亦都最奢華嘅頂級私人地方沈氏莊園。呢度同5年前冇太大分別，只係黑衣保鏢巡邏嘅人數明顯多咗1倍。嚴叔一早已經吩咐傭人連夜執拾好主樓最尊貴嘅成層套房，3個孩子折騰咗大半晚，而家一去到安全又舒服嘅地方，睡意立即鋪天蓋地淡湧上嚟。我陪住傭人將林洛同林妍安頓喺主睡房旁邊嘅兒童套房，望住兩個仔仔熟睡嘅側臉，我一直懸住嘅心先至稍微放低咗一啲。兩個小轎伙就算瞓住咗，嘴唇依然緊緊抿住，眉眼之間嘅輪廓真係同嗰個男人生得極似。林小姐，少爺喺書房等緊你。嚴肅靜靜淡出現喺房門口，態度比5年前恭敬咗好多。當年老盧亦都係受到老夫人嘅壓力，冇辦法保護好你，老盧有罪。不過請你相信少爺，佢呢5年過得一啲都唔好。為咗查清楚當年車禍嘅真相，佢幾乎將成個沈家
旁支徹底清理咗一次。顧家嗰門婚事亦都早喺4年前就俾少爺親手退咗。少爺心裏面由始至終都只有另一個人。我垂低眼簾，眼底湧起一陣複雜嘅情緒。過去嘅事多講都冇意思。我轉個身，踩住厚厚嘅手工羊毛地氈，向住走廊盡頭嗰間寬敞書房行去。房門半掩住，裏面透出淡淡嘅雪茄煙草味，同埋嗰股熟悉嘅冰冷氣息。我伸手推開房門，沈卓峰正企喺落地玻璃窗前，修長嘅手指夾住一支燃住微弱紅光嘅雪茄。佢除咗西裝外套，身上只着住一件白恤衫，領口鬆開咗2粒紐，整個人帶住幾分頹廢同狂野。聽到開門聲，佢慢慢轉個身，嗰雙深邃嘅鳳眼喺黑夜裏面亮得驚人。孩子瞓咗未？佢將雪茄撳熄喺煙灰缸裏面，邁開長腿向我行過嚟。沈卓峰有乜說話就直接講，唔使轉彎抹角。我喺距離佢3步遠嘅地方停低，語氣好似公事公辦淡冷淡。沈卓峰望住我刻意拉開嘅距離，眼底掠過一絲暴躁同心痛。佢突然伸出長臂，一把攬住我條腰，將我成個人狠狠拉入佢懷裏面。巨大嘅衝力令我忍唔住驚呼一聲。下一秒，佢滾燙又帶住懲罰意味嘅吻已經鋪天蓋地淡落咗嚟。佢強勢啖調開我嘅唇齒，掠奪住我口中所有空氣。嗰股力度好似恨不得將我成個人游入佢嘅骨血裏面。我拼命掙扎，雙手用力推住佢胸膛，但佢嘅身體堅硬得好似一堵鐵牆，完全喐都唔喐。沈卓峰，放開我！我側過頭，趁住空隙艱難啖喘氣，唔放。沈卓峰把聲沙啞得厲害，佢將頭深深埋入我頸窩，滾燙嘅呼吸着住我嘅皮膚，高大嘅身體竟然隱隱發抖。林徽因，你知唔知道呢5年我到底係點樣捱過嚟？每日一合埋眼，我見到嘅都係你狠心離開嘅背影。佢哋話你攞咗錢走，我唔相信，我差啲將成個江城反轉都揾唔到你。你呢個狠心嘅女人，竟然帶住我2個仔喺外國匿咗足足5年。聽住佢嘅低口，我嘅眼淚終於忍唔住湧出眼眶。我放棄掙扎，由得佢緊緊抱住，自嘲啖一邊喊一邊講：我唔走，我唔走，唔通留低等你阿媽搵人揸車撞死我肚裏面嘅孩子咩？沈卓峰，你以為沈家少奶奶真係咁容易做？你瞓喺醫院裏面生死未卜嗰陣，到底有邊個可以保護我，感受到我面上嘅淚水？沈卓峰全身猛然僵住，佢慢慢抬起頭，望住我滿面淚痕，眼底嘅暴躁瞬間退去，取而代之嘅係無盡溫柔同埋懊悔。佢伸出略帶粗糙嘅拇指，極之溫柔淡幫我抹走面上嘅眼淚，把聲低沉得好似喺我耳邊呢喃：對唔住，輝蔭，係我唔好，係我冇保護好你。當年欠落嘅債，嗰啲傷害過你嘅人，我一定會要佢哋100倍、1000倍啖還返嚟。三爺、顧家，仲有當年曾經落過手嘅人，一個都走唔甩。佢再次低低頭，今次佢嘅吻變得無比溫柔，帶住最深嘅憐惜同呵護，一點一點吻乾我面上嘅淚水，留喺我身邊。林徽因，佢額頭抵住我額頭，漆黑嘅眼眸裏面全部都係我細細嘅倒影，當中仲帶住不容拒絕嘅霸道同埋強烈嘅佔有欲。5年前犯下嘅錯，我會用呢一世剩低所有時間補償你。由今日開始，喺江城呢個地方，你同2個孩子想點行就點行，邊個夠膽掂你哋一條頭髮，我就要佢成個家族付出代價。我望住佢眼裏邊嗰股近乎瘋狂嘅心情，心跳不受控制，淡漏咗一拍。呢個男人始終同5年前一樣，強勢又霸道，卻又將自己所有溫柔同偏愛毫無保留啖全部放喺我身上。3日之後，江城洲際酒店嘅千人宴會廳裏面，沈氏集團成立30周年嘅慶祝典禮如期舉行。全城有頭有面嘅名流富商同埋主流傳媒全部都到齊，而喺舞台上面，沈家三爺正滿面紅光淡同幾位董事舉杯暢飲。顧家大小姐顧萬妮亦都盛裝出席，
依然擺出一副審視未來少奶奶嘅姿態。三爺，聽講沈卓峰前幾日喺外面帶咗2個來歷不明嘅私生子返嚟，呢件事董事會可唔可以唔理？顧萬妮拎住紅酒杯，眼底掠過一絲狠毒。沈三爺冷笑一聲，慢慢整理好西裝紐扣。放心啦，顧小姐，今日我已經聯合咗40%股東，只要沈卓峰夠膽喺發佈會上承認嗰2個野種，我就可以用沈氏聲譽受損做理由，聯合董事會罷免佢嘅總裁職位。到嗰陣，成個沈氏就由我哋話事。正當佢哋舉杯慶祝，以為已經勝券在握嗰陣，宴會廳嗰扇沉重嘅手工雕花大門突然轟然打開，全場原本喧鬧嘅聲音喺一瞬間完全停晒，所有人不約而同轉過頭望向大門口。嗰一刻，璀璨嘅水晶燈光由高處傾瀉而下，沈卓峰着住一套純手工訂製嘅黑色3件頭西裝，襯得身形更加挺拔。佢臂彎裏面正環住一紮高級訂製銀絲流蘇曼禮服嘅我將長頭髮高高挽起，頸上戴住沈家世代相傳嘅深海之類鑽石頸鏈。喺我哋身邊，林樂同林賢着住同款小西裝，打住精緻小煲多，2張好似縮細版沈卓峰嘅面孔，毫無懼色淡，直視全場。沈安安就開開心心拖住林賢隻手，2條小短腿行喺最前面。我哋一家5口以絕對強勢嘅姿態踩住紅地氈，一步一步行入所有人嘅視線。天啊，嗰個係沈總，佢身邊嗰個女人到底係邊個？等陣，你睇嗰2個小男孩，生得一模一樣，簡直就係沈總嘅縮細版。傳媒嘅閃光燈瞬間瘋狂閃動起嚟，無數鏡頭全部對準我哋。林徽因，你呢個賤人，點解你仲會活住？顧萬妮手上嘅紅酒杯叮一聲跌落地面，摔到粉碎。佢臉色慘白淡，死死盯住我，眼裏面嘅妒忌同驚慌幾乎凝固成一片。沈三爺更加猛然企起身，臉色陰沉得好似就嚟滴出水。佢死死望住嗰2個孩子，手指關節因為太過用力而變得發白。佢點都估唔到，沈卓峰竟然夠膽喺呢種公開場合如此高調淡將我同孩子帶出嚟。沈卓峰好似完全睇唔到周圍嗰啲長鏡頭同埋閃光燈，佢護住我條腰，帶住我同孩子一步一步行上最中央嘅發言台。佢企喺米高峰前面，嗰雙冷冽嘅鳳眼居高臨下，探掃過全場。嗰一瞬間，屬於掌權者嘅絕對威壓，好似變成實質淡壓落去，壓到台下嗰啲原本蠢蠢欲動嘅股東，連大氣都唔敢透一啖。今日趁住集團周年慶典，我有3件事要向全城正式宣佈。沈卓峰把聲低沉而有力，透過音響傳到宴會廳每一個角落。第一，我身邊呢位林女士5年前已經係我唯一嘅合法妻子。沈氏集團5年前發放嗰份所謂單身協議書，係家族內部某啲人惡意偽造，完全冇任何法律效力。呢番說話一出，全場立即一片嘩然。台下嘅記者好似發咗瘋彈，不停記錄。第二，沈卓峰嘅聲音冷咗幾分，佢微微低頭，眼神溫柔淡望咗林樂同林賢一眼。林樂、林賢係我沈卓峰嘅親生骨肉，亦都係沈氏集團合法兼唯一嘅第一順位繼承人。任何關於私生子嘅失實傳言，沈氏律師團一定會追究到底，就算要對方傾家蕩產，都絕對唔會姑息。沈卓峰，你唔好喺度一手遮天。沈三爺終於忍唔住，伸手拍住台面怒嚇。你以為隨便帶一個女人同2個野種返嚟，董事會就會承認佢哋咩？沈氏集團總裁呢個位置，你係咪唔想要？你今日如果堅持咁做，我哋董事會而家就罷免你，罷免我。沈卓峰好似聽到一個極度荒謬嘅笑話，冷冷哼咗一聲，嘴角勾起一抹殘忍而令人膽寒嘅笑意。佢輕輕抬咗抬手，企喺身後嘅嚴肅立即明白，直接將一份厚厚嘅文件透過大屏幕投放出嚟。屏幕上面一張又一張轉賬記錄、跨國聯絡嘅對話記錄，
仲有沈三爺同顧家呢幾年暗中掏空沈氏嘅完整證據，清清楚楚展示喺所有人面前。就連5年前策劃車禍，逼我離開江城嘅所有細節，都已經查得一清二楚。三叔，你以為你暗中聯絡嗰4成股東，依家仲喺你手上咩？沈卓峰不慌不忙淡整理咗一下袖口，眼神入面帶住屬於帝王嘅輕蔑。就喺10分鐘之前，顧氏集團因為涉嫌惡意洗黑錢同商業詐騙，已經俾江城經濟犯罪調查科正式立案調查。而你手上掌握嗰一啲股份，早喺琴日下晝已經俾我全部強制收購。依家嘅董事會，我擁有1票決定權。佢話音啱啱落下，宴會廳大門再次俾人推開，10幾名着住制服嘅警察同特警大步行咗入嚟。沈建國先生、顧萬妮小姐，你哋涉嫌多宗商業犯罪，同埋5年前1宗故意傷害案件，請同我哋返去協助調查。冰冷嘅手銬咔一聲扣喺沈三爺同顧萬妮嘅手腕上面，顧萬妮瘋狂尖叫，仲想衝上嚟捉住我。林徽因，你呢個狐狸精，係你害咗我哋顧家，你一定唔會有好下場。但佢仲未行近我3步，沈卓峰帶嚟嘅黑衣保鏢已經準確地將佢死死制服，再好似拖一隻死狗噉將佢拖出宴會廳。台下嗰班名流富商全部嚇到面無血色，嗰啲原本跟住三爺起願嘅股東，而家更加嚇到全身發抖，不停伸手抹汗。佢哋終於明白，呢5年沈卓峰一直忍住唔出手，只係等待一個可以將佢哋連根拔起嘅最好機會。而我嘅回歸就係佢徹底收網嘅信號。醞釀咗5年嘅暴風雨，終於喺呢一刻塵埃落定。沈卓峰重新轉過頭望住我，佢眼裏面嗰股冰冷同埋殘忍喺望向我嘅一瞬間徹底消失。佢當住全城傳媒同所有名流嘅面，慢慢單膝跪低，嚴肅企喺旁邊，神情激動地遞上一個特製嘅紫檀木錦盒。沈卓峰打開盒子，裏面放住一隻由佢親自設計，花咗3年時間先打磨完成嘅鴿血紅鑽石戒指。嗰度耀眼光芒，幾乎刺痛咗現場所有人嘅眼睛。徽音，5年前我令你受盡委屈，我冇喺全世界面前俾你足夠嘅底氣，先至令你一個人面對嗰啲黑暗。沈卓峰抬起頭，嗰雙向來高傲嘅鳳眼裏面，此刻盛滿咗令人透唔到氣嘅心情同自責。今日當住全城所有人嘅面，我沈卓峰將我條命，成個沈氏，仲有我擁有嘅一切，全部交到你手上。你願唔願意重新嫁俾我，俾我用餘生補償你，贖清我當年犯下嘅錯？台下嘅林樂拉住林妍，兩個臭小子互相望咗一眼，破天荒淡帶頭拍起手掌。沈安安更加開心得喺旁邊又跳又笑。媽咪嫁俾舅父，咁安安就可以永遠同哥哥一齊啦。我嘅眼眶瞬間濕潤，5年嘅顛沛流離，5年嘅委屈同堅持，喺呢一刻，全部俾眼前呢個男人用最極致、最張揚嘅偏愛徹底治癒。我慢慢伸出手，由得佢將嗰隻代表住無限寵愛嘅鑽石戒指緩緩套入我嘅無名指。我願意。沈卓峰猛然企起身，一把將我攔腰抱起，喺無數傳媒瘋狂閃動嘅燈光同全場雷鳴般嘅掌聲之中，佢低頭狠狠吻住我嘅嘴唇。佢嘅吻熱烈而霸道，帶住失而復得嘅狂喜，將所有嘅榮耀同寵愛喺呢一刻全部封存喺呢個綿長而熾熱嘅吻裏面。